有300栋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的龙山寺有真侪所在拢会漏水，一寡插头嘛拢变形凹起。文资局今年是公告龙山寺检修工程，也毋过流标哦。第二届招标8月14要开标，庙方是真烦恼讲会无人来标，会去拖着修复的时间。 有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鹿港龙山寺庙内有侪插头的建筑，但是年久过深，尤其150年起做的拜殿，头前2基维持结构的条仔，半年前开始漏水，加上前一阵仔的大水雨和涉水的情形愈严重。顶回风台的时阵吼，就漏水的时阵就知影，就是咱正殿的乡的龙边参湖边的迄个条仔吼，拢会受水来安尼啊。 漏水情形会影响这个结构的安全吼，所以讲希望讲各界吼会当咱注意这个问题吼，这个代志会当尽快吼，得到一个解决吼。虽讲文资局今年有公告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，但是因为投标厂商无够流标，庙方表示2022年的彩绘修复工程，有文化团体认为得标厂商的八卦塘仔示范区未修身，引起争议。落尾工程解约，停工较紧，庙方嘛烦恼因为进前的彩绘争议。 影响厂商投标意愿，牵着修复的时间。希望吼公众体会吼龙山寺的困境啦吼，留言伤过头多吼，关心伤过多吼，其实对龙山寺嘛毋是讲足好的帮助啦。文资这个整个大环境啊，就是说缺工缺料。那因为龙山寺它是一个很复杂、符合相关规定的停车场的资格，家数本来就不是很多。我们现在也还是在积极的邀标中。 文资局表示，龙山寺检修再利用工程会针对厝顶漏水、插头建筑、壁道受损，佮排水系统这类问题来处理。目前正在进行第2届招标，嘛会积极协调，邀请厂商来投标，希望会当伫年底进前顺利发包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